相思落叶曲一片，情难断，断袂离，一寸相分泪泪，我用痴情绑自己。 在雨中此花家己，我会用时间将你放袂记，才知家己毋捌绝情两字。不应该爱你，不应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喂，啊，老太太哦，周小姐，阮明仔载就要转去竹山啊啦，我甲你讲一声，阮就无爱去找你啊吼。哪遐紧就要转去啊？加算几工啊？哦，唔免啦，你若有闲来竹山佚佗啦，先生带阮来啊。好好啊，你还尼几时来？我想要请你食饭呢。多谢你啦，等后盖好啊。好好好，无咱再搁联络啦。再见哈。好电话插进行了。叫马上打电话来啦。佩佩妈妈讲明仔载透早就要转去竹山，佩佩无要来跟你相识啊。哦，哎呀，佩佩这个囡仔，自细汉就乖，阁捌礼貌，不过唔知影是安怎，我都甲伊冤冤。 偏偏冤冤就是无出头。你知道，你知道，孩子只是一根草，有时虽然强出头，却在风雨中弯腰。 妈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孩子怎么会长
你到即马还袂食物件，巴肚会枵袂？敢爱我甲你煮一碗面？我袂要。东东，下晡开店的情形安怎？我一直拢无问你。开店的代志你免烦恼，颠倒是你吼，今仔敢有较好淡薄啊？有啦，我是有过几工啊，我就会当去上班啦。你是毋是无赞成我去上班？无啊，我将来拢毋捌安尼想过。其实我知影，你真适合这份工课，你嘛真介意。我并无希望你遐尼早就生囡仔，我嘛无希望你因为这件代志影响到你的工作甲活动。你是讲你同意我搁慢几年啊才生囡仔？假使讲，敢若是咱两个，我当然愿意安尼做。我嘛希望会当互你搁过几年啊轻巧的日子。也毋过爸爸甲妈妈因毋是安尼想的，因真希望会当较早抱孙的。因为我是一个公务员，你平常时搁爱出去上班，咱拢是早出门暗转来，真罕你有时间陪因。所以爸爸妈妈就希望会当较早有一个孙的，安尼因两个就袂遐尼寂寞啊。即马我并无讲我无爱生啊，也毋过爸妈已经有年岁啊，因带囡仔会真无闲，真忝。搁较忝，伊嘛是心甘情愿的。搁安怎讲，因的心内嘛会感觉较在。我毋知影你敢有感觉到？我发现最近爸爸妈妈因的生活拢足空虚的。有当时啊，因会走去公园内底，甲别人的囡仔耍，耍甲足欢喜、足快乐的。按因的表情内底，我看会出来。假使伫遐囡仔内面有一个是咱的囡仔，你毋知影因会有偌欢喜的。东东，我会尽我的能力，让爸爸妈妈欢喜。我只是分析给你听，我绝对袂甲你勉强。爸，你巴肚枵啊？啊，恁妈妈暗顿无食物件，无胃口食袂落，我甲煮淡薄米粉啊。爸，这种代志叫家用来做就好啊。哎呀，唔好啦，伊都未恢复咧，我家己来都会用的啊。爸，啊无，互我来啦。哎呀，免啦，我拢煮好啊啦。哎，恁爸仔囝是咧无影啥哈？妈，这是爸吼专工替你煮的米粉汤哦。哎，要趁烧赶紧食啦。我已经20年无食过你煮的米粉汤啊！哎，食看卖吼。妈，听爸讲，你今仔日无食暗顿哦。爸，想到咧今日开店，想到家用，我哪会阁食会落？妈，我的案件一件接一件，你免烦恼啦。而且家用的身体嘛特别好啊。哎，恁妈妈吼是唔敢去失望啦，伊直也准讲吼家用有心啦。爸，妈，我会当了解恁的心情，恁一直拢希望会当较早抱孙的，也毋过，我嘛无想要勉强家用。万一若是闹甲气氛歹去，爸爸甲钱阿伯遐尼侪年的交情，爸爸是要安怎甲钱阿伯交代？所以吼，因少年人家己交往熟识，家己谈恋爱，
嘛有因的道理啦。至少伫结婚之前，互相会当了解较清楚咧。拢怪我当时真想要互你较早结婚，通好抱孙。多谢。咱先互因订一下婚呢，啊！阮东东哦，上听话啦，伊会好好对待家用的啦。阮查某囝嘛真乖，伊阁是读家政的，嫁过吼一定真贤换家。东东啊，你有啥物意见无？妈，伊袂有意见啦，伊啥物代志拢听我的。东东啊，你讲对无啊？即摆的少年人哦，参像东东遮尔乖，遮尔听爸母的话，真少拄着。你哦，伤友好，伤听话啊啦。假使迄阵哦，你若是甲你的意见讲出来就好啊，咱会当转来搁参详一下啊。妈，当时我真正是无啥物意见，我感觉恁对家用真满意，安尼我就满意啊。就算是即马，我嘛无啥物无满意的。家用真正袂歹，而且阮两个感情嘛无啥物唔好。恁妈妈哦，是烦恼讲你为着要顺从阮才娶家用的，心内无介意，阁唔愿意讲出来。您放心啦，绝对袂有即款代志。家用真正是袂歹，伊只是感觉伊个少年，无想要遮早有囡仔。也毋过经过即摆代志了后，我感觉伊慢慢咧改变，可能袂互恁等伤久啊。你甲伊讲过啊？那咧明年都会当抱孙啊呢。一口鼎，加减吹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有缘该爱你，怎会偏偏你袂开？这个说法咯，姊妹哦，家庭爱呀流亡，爱无呢。老本文哦，你是人生哦，就安尼起口哦。哎娘，安样讲的啦？也无对爱哦，爱手机呀，用个假本儿哦。啊，你家本爱呀，有嘛个地方唔好诶？假本儿哦，有嘛个好啊？天公哦，就许阿伯啊，一见苦你的梦。哎，啊许啊送人咯，赚几多钱啊？你知没？存按多钱有嘛该用啊？哎，你两啥？无来有无没有？哎呀，啊莫来呀，有嘛个关系哟？安尼两啥？啊要陪啊，就一夜分喜耶。佩佩，咱兄弟姊妹，可能你上幸福啊。大姐，互因去唱好啊，咱去卫生所。主任你好，这是阮大姐。哦，你好，你头一摆来吼？细汉时阵来过，佩佩在遮，互你照顾啊，实在是足麻烦你的。无影无影，佩佩真乖，工作能力嘛真强啊。主任，阮妈妈的心脏敢若有一寡问题，只要小可做一寡运动，就会规身躯拢无力。哦，啊你若有闲哦，带你妈妈过来检查一下啦。好，多谢主任。好，咱先来去啊。
主任，再见。好，算行算行。佩佩，佩佩，这是阮大姊。你好，大姐你好。恁大家好。对啦，佩佩，米是等明仔载要订婚啊。咱遮4个人，即马有一个要结婚，2个要订婚啊，就剩你一个啊。你若是阁无动静，就要变老姑婆啊。大姊，你莫生气啦，伊毋知影你还未结婚咧。佩佩，你带我来这要创啥？我来求土地公，保庇你甲江大哥较早结婚咧。佩佩，土地公管的所在无共款，你也是替你家己求啦。我甲阮的土地公讲，然后伊才去甲恁台北管区的土地公讲啊。佩佩，佩佩，你过来啊！这是阮大姊。大姊你好，我叫做刘浩文。伊是阮大伯厝内的第3个，我拢叫伊三兄。阮爸爸老啊，即马厝内饲爱的工课，拢是三兄来斗相共的。伊是农校毕业的，袂歹啊。老阿伯一定真介意。老阿伯是毋是希望你嫁去？哦，那呢？老阿姆哪常常讲伊偌好拄偌好？爸爸的意思是希望永久的。哪会用是啦？今嘛，阮2个老的哦，都望这第3个来管风台呢。太哥、太嫂，恁有5个囝啦，大汉的甲第2个拢结婚啦，为什么一定爱望第3个来甲恁风台啦？哎，莫讲啊啦，大新妇、二新妇，2个人袂合，拢搬出去啊啦。哎呦，刷去，唔通去讲迄2个废物啊啦！唔知影友好爸母，敢若知影听某的话啦。第3个啊，那安尼将来你要听谁的话啊？爸爸妈妈的话啊。卡叔讲，你嫁予阮培培咧。我不用嫁，我不用娶。阮培培吼，绝对袂嫁出去啦。那你要安怎？我嘛唔知影。你敢有介意？我唔知。老阿伯、老阿姆紧着伊，是希望将来会当继承因兜饲鸭的事业。你的意思咧？爸妈自我细汉就对我足好的，我啥物拢听因的。也毋过结婚是你家己的代志啊。迄嘛是因2个老大人的代志啊。若是我嫁出去，就亲像大姊迄当年甲我套转去的情形同款，因一定会足伤心、足寂寞的。秀秀，我求你啦，莫甲佩佩带走。秀秀，我求你啦，求你甲佩佩留落来好无？妈妈，我对阿姊回去好无？妈妈，以后我会搁倒来地上看爸爸妈妈的。
阁希望会当说服老阿伯、老阿姆，互你去台北食头路。我无介意台北，迄种花花世界足无用的生活，我过袂惯势。那咧，我今日转去台北。大姊，你哪大一天就要走啊？我袂当放心冰冰。董事长，有一对姓叶的翁仔某讲要来拜访你，赶紧请因入来坐啊！真歹势，来甲你交了。别啦，咱虽然真少见面，也毋过爱弟甲彬彬因两个常常做伙。是啊，阮今仔日嘛是为着爱弟的代志来的。小弟甲彬彬自细汉就是同学，因两个做伙佚佗是袂要紧，毋过嘛袂用讲，书嘛不爱读啊，琴嘛不爱练啊。话嘛不爱学啊，将来伊阁要考大学咧。阮第二出国的一切吼，拢准备好啊。我是惊伊吼临时改变主意啦。林彬彬的头壳伤巧啊，阮小弟哦，伊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囡仔。恁的意思我了解，也毋过彬彬最近嘛无伫咧厝诶。无伫咧厝诶。伊住伫因大姊因兜啦，若有用，我会甲因大姊联络，甲恁的意思转达回知啊，叫因大姊好好甲伊考劝者。多谢多谢，这是小可代志啊。不，这对阮来讲是大代志呢。若真正比较起来哦，因大姊去敢毋敢结婚，这才是大代志啊。阿公。啉茶。好。足香的呢。这是第3个当顶比赛茶，是佩佩爸爸要送给你的。秀秀啊。阿公，什么代志？你毋是甲我讲，你要伫咧德山大几工啊？哪会遮早就转来啊？这早去德山，我发现佩佩。根本都唔免我烦恼。我即马袂阁食泡面啊，你嘛唔免哦，阁为我烦恼啊啦。也毋过我袂放心彬彬。其实彬彬哦，伊嘛真乖，昨你无伫哦，伊足早就转来啊。也毋过今日这晚，伊到即马还袂转来，唔知影去倒位拍拍走。有时虽然将锄头，
在风雨中弯腰。妈妈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孩子怎么会长高？是你眼泪的灌溉，是你爱心的关照。冰冰，我有一件代志要记你甲你讲。什么代志啊？阿妈今仔日透早就打电话给我，甲我讲你车无去啊。阮兜根本就无可能有材料入去偷摕物件。阿嬷一定知影，车是我骑走的。阿妈问我是毋是另外拍一副锁匙给你啊？你安怎讲的？我当然拢是甲讲啊。系啊，阿嬷一定会艰苦几落工。冰冰，时间不早，我要先来转啊。要若无，阮爸妈阁要为我烦恼艰苦啊。我嘛想要转去厝里看阿嬷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阿妈慢走，阿妈乖。阿嬷，冰冰，冰冰啊，你是安怎来爬窗啊入来？我惊爸爸妈妈知影。哎呀，其实恁爸爸妈妈真希望你较早转来住呢。我想，我也是搁过几工才转来。哎呀，你这个囡仔，都是脾气伤过倔强。阿嬷，我甲我倒摆骑走啊。我知影，我知影。阿嬷，你是毋是生气啊？生气，我真生气。莫啦，阿嬷，你莫生气好无啦？谁人叫你唔乖，拢唔听话？啊，毋过我无车通骑，实在是足袂方便呢。冰冰，即马阿嬷有2项代志，互你拣一项。拣什么？你是爱机车，也是要爱阿嬷？我2个拢要滴。嘿，你伤过贪心啊！假使阿嬷坚持，你敢若会使拣一项呢？阿嬷。一口鼎加减炊，生活较苦也是假。有缘该爱你，怎会偏偏离袂开？阿嬷，冰冰要爱阿嬷。冰冰，阿嬷，我都知影，冰冰是阿嬷的什么歌宝贝，当然是要爱阿嬷，对无？啊？
好，乖，紧起来。平平，阿嬷虽然老啊，也毋过并毋是老顽固。你介意骑车，阿嬷并无反对，也毋过吼，你骑伤紧啊。阿嬷，我以后袂阁骑遐尼啊紧啊啦。你敢会记哩？恁爸爸就是出车祸死的，害恁吼人家散体。若毋是安尼，恁妈妈都袂操劳过度，嘛袂甲恁遮兄弟姊妹拢送互别人饲。自你3岁开始，阿嬷就甲你车养到今嘛。假使若有一天，你真是出车祸，有一个3长2短，你叫阿嬷要安怎活落去？也阁有，你即摆爸爸妈妈拢遐尼啊疼你，假使若有一天你无伫啊，因会偌艰苦，偌伤心。好啊，紧去洗一个身躯，暗时伫咧厝诶，好好陪阿嬷。啊，毋过你无想要甲阿嬷掠灵哦？想啊，替阿嬷掠灵上快乐啊！乖。啊，毋过阿嬷，我若无转去，大姊会等我呢。无要紧，我去敲一个电话甲伊讲哈。大姐，我是张德明。你找我有代志啥？我想要请你去阮兜行煞。为什么？阮妈妈想要见。什么理由？我要见你妈妈。我拜托你，大姐，我的车伫迄边。做出这款代志，我真正嘛唔知要安怎讲。也不过有一点，我一定爱甲你讲个清楚。阮爸爸做的代志，我事先一点仔都唔知影。那呢，恁爸爸为什么要叫你去请婉婉甲冰冰食饭呢？迄当时，我了做只是单纯的要见婉婉利益，后来代志愈来愈唔对，我才知影出这么大的代志。你是伊的后生，哪会唔知？这内面的原因，我一刀命嘛袂当讲清楚。阮爸有2个某，应对啦。多谢。阮嘛是大某，即摆被告就是阮爸细姨的兄哥。因为我一直足讨厌这个查某，阮爸有这个顾虑，真侪代志拢无我讲。你找我来的目的到底是啥物？我对婉婉遐知影，伊上界尊敬你，嘛上界听你的话。婉婉一向大主大义，有当时啊，我嘛无伊的法度。大姊，我对婉婉是真心的，我甘愿甲阮爸断绝任何关系，嘛要甲婉婉做伙。既然恁2个真正有这份感情，就应该爱请上好的家长，互相慎重来做一个决定。为什么恁2个人私底下结婚，又搁私底下离婚？你安尼做代志，想去凊彩啊？我今仔请大姊来，上个主要目的，就是想要请大姊出面来见我的家长。我袂去见恁爸爸的。假使是阮妈妈咧，
你妈妈。妈，来啊！坐，你是婉婉啊？我是婉婉的姐姐，我叫秀秀。大姐，婉婉也毋捌见过阮妈妈。啊，妈，婉婉的代志，大姐会当替伊做主。秀秀，互婉婉甲 David 好好啦。我嘛袂当勉强因啊。千万唔通因为张建宗迄种人，就对阮 David 有迄种歹的看法。阮后生是一个好人，袂亲像因老爸遐尔害。大姐，这是我要互婉婉的，我一直无机会见到伊，请你帮我摕回伊。这我袂当替你交互伊。假使若有缘分，婉婉一定会起来看你的。到时阵，你会用亲手交互伊啊。请你转达我的意思，我希望 David 会当成家稳定落来。我有后生甲新妇，我都会当甲张建宗放袂记哩。婉婉甲你敢有生了足像的？伊比我少年，比我搁较水，嘛比我搁较活泼。我就想要较早看到伊。妈，你安尼趁钱真辛苦的呢。是啊，你知影我趁钱真无简单，你都要较俭咧，唔通乱开钱。我知影了。阿罗，整理好啊，你就回去休困，下晡4点才过来。哦。阿罗比以前迄个阿贵搁较骨力呢。婉婉啊，你今日中昼走来，也无要食中昼，搁倒来遮点遮尔啊久，到底是要创啥啊？妈，我想要买一台卡拉 OK。我就知影，你今日在讨钱的时阵吼，才安尼好声好势，才会遮尔啊友好。妈，你讲的什么 OK 无 OK 啊？哎呀，就是练唱歌的迄款伴唱机啊。迄爱偌济钱？原装的爱2万块。是安怎一定爱原装的咧？即马台湾做的物件嘛真好啊，像新力、歌林国际，还佫有森宝牌、三洋、东元，拢真好啊。有一寡吼，佫是甲外国技术合作的。哎呦妈！婉婉啊，我就知影你这个人爱虚华，一定爱买外国货，才表示你有水准。头家娘，我先来走啊。好，顺行吼。小车，我好亲像伫咧倒位看过。
车有啥物了不起？我看你嘴里滴滴嘟嘟，是咧讲啥话啊？我咧骂迄台破车，害我行一条。大姐，我应该送你回去。 David， 真正唔免客气啊啦，我坐公车真方便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我是 David。婉婉，你伫倒位？声音足差的呢。我伫路边的公共电话。婉婉，我一直想要打电话给你，嘛想要去找你，啊，不过我惊你。哎哟，迄件代志以后再搁讲啦。我是问你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？有一摆伫咧恁爸爸公司的楼骹，我互一台黄色的破车惊到，你敢会记得？哦，你是讲迄台黄色的喜美啊？车顶阁有2个铁架，迄台车对啊？是啊，你敢知影迄台车是谁的？我当然知影。真实的哦，紧甲我讲啊！啊，不过你的成功到底是安怎？恁公司有一个倒地的妹仔，叫做阿乐。伊敢毋是去恁妈开的自助餐厅工作啊？啊，不过伊拄则好参像红榜票啊！讲生笑，长头白日哪有人敢安尼做啦？是真实的啦，我亲目睭看到的。哦，你敢有看到是啥物人？就是迄台黄色的破车哦。你阿青来做这款代志？婉婉，你无看唔到吼 ？David， 伊是恁爸爸公司迄个案件的重要证人，这2天就要开庭啊！万一若失踪，阮就惨了啦！婉婉，你先莫着急，假使阿乐真正是迄个人掠走，我一定想办法解救出来。David， 你若无法度救伊，你就莫来救我。你也回来啊？当然啦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哦，光头白日拢无人看到哦。我已经暗中观察1礼拜啊，时间地点则较准准。迄条巷啊迄个时阵啊，根本无半个人，拢无人伫遐行达呢。安尼好，安尼好。这内面是5万块啦，你先摕去用。等案件啊结。我才阁互你20万。多谢头家。哎呦，你虽然是我公司的职员，也毋过咱是几十年的交情安尼，你就莫安尼头家你甲我救我啦，哈。我比你大几岁，你就叫我丢下就好啦。头家，我免哪会敢啦。对啦，人呢，就伫咱坑废料的仓库内。什么代志啊？呢，雄公公啊！喂，麻烦你，我要找裴家东。我是伊妹妹，多谢。婉婉，到底是安怎？哎呦，大哥阿姐，你哪会出来啊啦？紧来去边坐。哎呦，这天到晚，唔是这，就是倒咧。总讲是好好人，嘛会有甲破病。这里。
兄，是我婉婉，我甲你讲，系啊啦，安怎好绑票啊？真实的啦，我即马就看到的，是互戴美英爸爸的人掠走的啦。阿乐，你伫我的公司食头路，我对你是袂歹哦。本来我阁想要甲你升为正式的职员，然后调整你的薪水。阿乐啊，你有够戆呢！头家对你遐尼啊好，你是安怎要走啊？阿乐，只要你莫出庭作证，我马上予你5万块，然后你就先转去宜兰，等甲案件拢结束了后，你才阁转来。迄个时阵哦，你就是我公司的正式的职员啦。阿乐，头家讲的话，假使你若有同意，你就点一下头，我锁啊随甲你透开，你钱摕着会当走啊。阿乐，你是查某囡仔，心肝何必遐尼强烈？你出庭作证，害着我，对你又阁有啥物好处呢？啊！你目睭遐尼啊歹是要创啥？头家也无得失你啊！哎呦，煞去啊！即马甲逼嘛无效，非得咯，伊嘛走袂去啊，互伊好好考虑一下。阿乐，假使你若毋肯答应，就要甲你活活枵死伫个遮。哎呦，行啦，莫甲伊啰嗦啊啦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阿乐啊！救命！我甲你讲，伫个遮吼，就算你叫甲闹破去嘛，无人来救你啦！救命！哼！救命！我叫去家姐房间，看伊转来未？到底是什么代志啦？家姐，你哪会杀人啊啦？咪咪，家姐，你紧走啦！也唔过我杀人啊！紧走啊！刚讲你要伫个遮等警察来抓你。